汉某自知时日无多，无法常伴三公主左右。但只要三公主开心，就算汉某有一天离她而去了，也无憾。没错。那你说说，你为什么要买苏木？你为了他，隔三差五的来教坊司不够，还要把他买回去，日日相看。你府里不是已经有一个韩硕了吗？是他不好。我要苏木，并不是想要把他接到府中取乐。苏木不想待在教坊司，我替他赎身是想还他自由。至于韩硕，你能不能不要因为我老是跟他对着干啊？他不是你想的那样好欺负，他有武艺有谋略，只是被心急所困。你别总是看不起他。你看我这儿有几个人想当越人呢？你装什么活菩萨？那晚他能低头向我道歉，看来并非传闻中的嚣张跋扈，反倒乖巧可爱。今日又能对上风花雪月，也并非传闻中的目不识丁。如今他救苏木于水火，也并非传闻中的暴虐成性，实则单纯善良。这么一想，还真是。三公主不过是想要一个越人，林七居然敢不给她，那就让林七手里的越人一个都不剩。那我们是把越人都杀了，还是把教坊司给点了？城主，三公主正值妙龄，身体强健，而韩某却患有心疾，命不久矣。韩某愧不能当，特请城主下令，将教坊司越人一并送入三公主府，给她弹琴唱曲，消遣寂寞。韩少君，你应该好言规劝三公主，怎能让越人都进入越里府呢？汉某自知时日无多，无法常伴三公主左右。但只要三公主开心，就算汉某有一天离她而去了，也无憾。既然韩少君心意已决，那便允了。即日叫教坊司的越人住进越里府吧。谢城主。三公主，你看这个上，三公主，小人还以为您心里只有苏木呢，这不，把小人也带了。我三公主，什么情况？据说是城主下的令，我们以后就都归越里府了。见过三公主，见过三公主。林七小姐，林七小姐可真是高风亮节，给钱你不要，这不依法取缔了。你，哎，打我打你！林小姐，怎么了？要来越里府撒野了吗？她是城主女儿，处处压我一头也就算了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敢跟我叫板？我记得你也用鞭子。啊，不了，那都是老黄历了，我现在有你就够了。接着。
好，乐礼府，这笔账我林七记下了。林七，其他乐人你都带走吧，我只留苏木。三公主，韩少君为了这几个乐人不惜自轻自贱。现在啊，市井都传言你们夫妻俩一个敢要，一个敢收。他为你牺牲了这么多，这几个乐人自己留着用吧。是你向母亲要来这些乐人在府上的？你还自轻自贱了？你一个女人家的，问这是做什么？你也好意思往外说，我怎么就不好意思往里听了呢？三公主，这么多人往哪儿搁呢？